香港唔少人鍾意住村屋，一嚟租金通常比市區平，二來可以暫時遠離煩囂，享受下郊區嘅寧靜。不過你又知唔知喺呢啲表面安逸嘅村裏面，曾經靜靜地發生過唔少命案，殺意就藏喺寧靜之中。大家好，我係 M 迷案嘅阿 M， 今次會同大家回顧3宗令阿 M 印象深刻嘅香港村屋命案。2017年4月15號，位於田心村嘅一個村屋單位，連續幾日傳出難以形容嘅惡臭，而80歲嘅包租公平叔已經唔見咗幾日。同屋嘅姓張租客擔心佢有事，就去望下平叔睡房嘅氣窗，點知等待佢嘅係一個令人毛骨悚然嘅畫面。平叔伏屍喺自己睡房入面，已經死去2至3日。最恐怖嘅係佢個頭被血跡斑斑嘅被單緊緊包住，由於腐爛程度嚴重，已經達到血肉模糊、無法辨認嘅狀態。警方到場之後發現，平叔嘅頭部受到重擊，個人財物同身份證全部不翼而飛。呢啲不尋常嘅跡象令警方立即將案件列為有可疑。調查人員喺單位內進行仔細搜證，果然發現更多驚人線索。牆身、燈掣附近都留有不明顯嘅血跡痕跡。到底係邊個要對一個80歲嘅老人家落如此毒手？警方首先鎖定2名同屋租客姓倪同姓張嘅男子進行問話，兩人都表現得十分合作，完全冇露出破綻。姓倪嘅租客更加若無其事，同街坊一齊討論案件，仲不斷強調自己咩都唔知。但係當警方第2次同姓倪租客錄取口供時，佢開始前言不對後語，說話矛盾百出，最後仲承認自己就係殺人兇手。根據佢嘅供詞，案發當日，平叔不滿佢周圍同人講自己嫖妓、玩女人嘅私隱，雙方發生激烈爭執。平叔一怒之下返房拎出鐵錘襲擊佢，但喺反抗過程中，佢搶走鐵錘，反而向平叔頭部瘋狂敲擊，至少29下。最後雖然被告否認謀殺罪，但經過審訊，陪審團以6-1大比數裁定佢誤殺罪成。呢單案留低嘅唔止係一個血腥現場，更係一個關於衝動、關於人際關係破裂嘅沉重教訓。有時言語嘅傷害可能比物理攻擊更可怕。如果當初大家能夠冷靜處理分歧，係咪就可以避免呢一場悲劇發生呢？喺2025年2月11號星期二晚上8點12分，元朗振興新村一棟村屋入邊彌漫住令人窒息嘅寧靜。一名男子報案，話發現有人昏迷。警員趕到現場之後，見到嘅係一個慘不忍睹咁嘅場景。93歲嘅文燕君同佢69歲嘅仔文國強雙雙倒臥喺血泊之中，身上有多處利器造成嘅傷痕。單位內雜物凌亂，警方檢獲咗一把22厘米長嘅廚房剪刀同22厘米長嘅生果刀，上面都沾滿血跡。僅5分鐘之後，晚上8點17分，警方再接報，喺距離振興新村只有500米嘅朗屏村月平樓，有人從高處墮落。趕到現場之後，發現一名19歲青年當場死亡，佢就係文叔個孫文國強個仔文浩潮。更令人震驚嘅係，警方確認報案，話祖父同老豆身亡嘅正正就係呢位19歲孫仔。佢打咗999報案之後，就去咗朗屏村結束自己嘅生命。由於案發前後只有3名死者出入村屋，警方將案件列做謀殺及自殺案。隨住調查深入，一個令人心寒嘅背景逐漸浮現。93歲嘅文叔係元朗邦田村原居民，喺新界擁有多幅祖傳土地。多年嚟，佢因為拒絕賣出呢啲亞公地，同多間發展商打緊官司。就喺命案發生後第2日，其中一單纏繞多年嘅土地官司頒下判決，文叔再度敗訴。喺呢場訴訟入邊，發展商曾經開價240萬收購文叔嘅業權，但佢就用近10倍價錢還價2300萬。法官最後裁定發展商勝訴，命令分割地皮。
呢單土地爭議困擾民家3代，民宿性格固執，堅持祖業不可賣。佢同個仔文國強因為賣地問題亦都會嗌交。而19歲嘅孫仔文浩潮近期幫爺爺處理官司，曾經同親友講覺得壓力好大。雖然土地糾紛被視為可能嘅導火線，但確實動機隨住三爺孫嘅離開成為永遠嘅謎。警方只能透過科學鑑證同閉路電視嘗試還原案發經過。一單土地糾紛奪走3條人命，摧毀一個家族。呢個悲劇讓我哋睇到，當堅持同現實衝突，當壓力無從釋放，可能會造成無法挽回嘅後果。喺2019年9月，西貢龍尾村一間普通村屋內，一名21歲輕度智障女子吳欣宇被發現倒斃屋內。當時嘅佢孤零零咁躺喺一張摺床上面，佢塊面同身上密密麻麻布滿咗超過80處瘀傷。救護員到場檢查後，已經摸唔到脈搏，聽唔到呼吸。最令人心寒嘅係，佢嘅背部已經開始出現屍斑，顯示死亡時間唔短。最詭異嘅係，死者房門上貼有葫蘆形狀嘅黃色符紙，紙上貼有銅錢，成間房嘅牆、窗、地、枕頭都布滿血跡。另外，成間屋嘅門窗同樣都貼有符咒。警方到場調查，仲發現一個寫住惡魔嘅布袋，貼有符咒嘅棍，成個現場都十分可疑，而且同一啲宗教儀式有關。警方調查之後鎖定兇手，拘捕咗一個自稱道士兼中醫嘅男子張子才。而案發當日，佢由於見吳欣宇朝早冇起身，就拍醒佢，又將佢個頭冚埋牆，毆打佢個肚至出血，再灌佢飲酒。去到夜晚，發現吳欣宇仲瞓咗喺地下，先驚覺對方已仙遊。最後吳欣宇嘅父親先至報警揭發，佢仲同警方指出，死者同靈界陰交，喺同年8月同吳欣宇嘅媽媽一齊買解陽具，插入欣宇嘅下體驅邪。當時吳母亦在場，荒謬程度真係令人嘩然。一個本應保護女兒嘅母親，竟然成為加害者嘅幫兇。居住喺附近村屋嘅街坊指出，死者嘅父親係商人，佢同老婆都好迷信，行為仲奇奇怪怪，成日都換私家車同車牌，上車前仲要過火盆。而吳母喺庭上透露，佢喺朋友介紹下睇病，而認識咗張子才，仲成為埋佢嘅弟子，仲同佢合租咗西貢龍尾村整棟村屋。經過司法程序，張子才最終被裁定謀殺同非禮罪成，判處終身監禁。而死者母親亦被裁定協助及教唆非禮罪成，判囚10年。但係案件背後留低嘅問題先至最值得我哋深思。點解會有人利用迷信侵害弱勢？點解連親生母親都會成為幫兇？呢一單案揭露咗人性最陰暗嘅一面，亦提醒我哋要更加關注弱勢社群嘅權益。任何藉宗教同迷信之名進行嘅不法行為，都應該受到法律嘅嚴懲。3宗村屋命案，3個令人心痛嘅故事。由言語衝突到土地糾紛，再到迷信害人，每一單案都提醒我哋，平靜嘅表面下可能暗藏殺機，人性嘅陰暗面往往超出我哋嘅想象。大家如果覺得今集內容精彩，記得俾個 like 同訂閱 M 迷案，阿 M 之後會繼續同大家發掘更多真實奇案。